伫高雄中正四路一间加油站内底，电动机车换电池的电池站嘛都火烧，加载共款无人安怎？毋过即马着民众知影了后，就惊讲，甲即款电池站放伫加油站内底，安尼敢安全？加油站边仔的高路电池交换站明显看到火冲出来。高雄中正四路一个加油站内的换电站，13早起10点外，熊熊着火烧起来。消防局部赶到现场拍火，好在再无波及加油站甲边仔建物。第一批次到场现场的人员都发现，他在 GoGo 的那个充电站那边是电池是有些许的烟耗，我们立即就拿灭火器扑灭，然后同时也布水线做水线周界的防护。加油站伫火灾后捌封起来，到下晡差不多2点，搁再营业。GoGo 公司嘛，赶紧派人到现场维修。不过换电站导火搁设伫加油站内，也互民众烦恼周围环境的安全。应该要定期来检查，不然火灾加油站在这里很危险。因为全台湾未少中油加油站站内装设换电站，中油是讲依照用户用电设备装置规则的规定，换电站爱离加油机6公尺远，油槽是3公尺以上。中油同意设置的时阵，拢有人较快。都会把它列入应变演习的一个计划。换电这个设备旁边我们都会摆放一些灭火器，紧急的应变的一个方式我们也都会张贴在设备的附近。每一天我们的加油站都会去做一个检点，换电的营运商他们也会做一些定期的安全的一个检查。中油讲为安全措施到紧急事故应变，拢有相关的标准流程。GoGo完有回应，换电站有24小时的系统自动侦测加即时通报系统，若是发生事故，会伫第一时间启动自我保护机制，阻断电力，并通报相关单位，确保周边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